马加拜，大家好，欢迎收看阿里马朱马，我是来自拉拉兰部落的达米古。拉拉兰在哪里呢？就是在台东太麻里乡的新香兰部落。那也期待透过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达米古生活周遭不教的族语，还有跟朋友们一起聊天会用到的族语。那借由简单的生活化的有趣味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排湾族语有哪些内容。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的意思呢是，走吧，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家学族语，一起回家说族语，一起来分享排湾族的族语。阿里，走吧！阿里，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单字有什么吧。第一个单字是 Java Java。Java Java 呢，常常会听到我们在公开的场合，大家问候大家好，或者是到部落的时候问候长辈，我们就会说 Java Java。Java Java 它的意思呢有辛苦了，那常常也会用在问候你好不好啊，你好啊之类的用法。那第一个句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Java Java Amabulat。Java Java Amabulat 就是大家好的意思。那如果现在现场非常多的人，我们要讲到每一个人都听得到，然后问候每一个人好不好，我们就可以把音拉长。那可以这样子说 Java Java Amabulat， 就是这个常常在那个部落就是公开场合，比如说喜庆的时候，就是大家上台的时候就会说 Java Java Amabulat， 就是你们现场的每一个人大家好的意思。那你的音拖越长，就是希望在场的每一个人呢，你都有关心到他们的意思。那问候大家好跟关心部落的长辈健不健康啊，身体好不好，可以看到第二个单字就是 Dalivak。Dalivak 这个单字呢有健康啊、身体好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用在问候的时候可以这样子说 Dalivak Sun。那 Dalivak Sun 就是问候你最近身体好吗？你健不健康的意思。那如果用 Dalivak 来问候每一个人说大家好的话，可以说 Dalivak Mun Amabulat， 就是身体健不健康，然后你们大家就是你们大家好吗？你们大家的身体最近好不好？健不健康？就是 Dalivak Mun Amabulat， 就是跟刚刚的那个 Mabulat 就是有全部的意思。那如果很多人的话，一样可以把音拖长变成是 Dalivak Mun Amabulat。好，这就是问候长辈跟大家打招呼的两种方式。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第三个句子呢，是介绍自己来自哪个地方。我们可以用死这个单字，死拉劳兰阿梗，就是我来自拉劳兰部落。那如果你要说我来自，比如说我来自台北好了，我们在族语可以怎么说呢？是傣呼古阿梗。那如果你不确定你的地点要怎么讲族语，你就可以说是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台中阿梗，阿梗就是我的意思，那是就是来自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你要讲说我来自新竹好了，就是是新竹阿梗，就是我来自新竹。那你介绍的时候呢，你就会多一个句子，就是告诉大家你来自哪里，好，知道部落里面就是自我介绍的方式之一。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在自我介绍的结尾说马萨鲁，马萨鲁呢就是谢谢的意思。那马萨鲁更深层的意涵呢是相信，我相信你，信任你，所以就是也是表达我对你的感谢之意。那就可以用马萨鲁。马萨鲁呢也可以强调，比如说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你，就可以说马萨鲁阿拉瓦茨，就是非常的谢谢。阿拉瓦茨就是强调，然后非常啊很的意思。好，所以可以说马萨鲁阿拉瓦茨。那如果我们常常在部落会听到 vuvu 这个单字，那你在很多就是可能我们一系列的节目里面，你会常常听到 vuvu 这个单字。vuvu 的意思呢，就是长辈，像是阿公阿嬷这样子年纪的长辈，我们都可以叫做 vuvu。比如说阿公阿嬷啊、外公外婆啊，或者是年龄就是差不多是祖父母等级的，都可以叫做 vuvu。那在排湾族的观念里面呢，很特别哦，就是我们叫孙子也可以叫 vuvu， 那祖父母跟祖孙通通都可以通称叫做 vuvu， 所以我们要说谢谢 vuvu 马萨鲁，就是 vuvu 谢谢你，那就可以用 vuvu 马萨鲁这样的单字。那谢谢比如说非常的谢谢感谢 vuvu， 就是马萨鲁阿拉瓦斯 vuvu， 就是 vuvu 真的非常感谢你哦，就可以这样子说。好，
接着呢，当你很会说族语，或者是你在部落里面讲出一个族语，呜呜表示非常的惊叹的时候，他会说马查古笋，就是马查古这个单字呢，就是你很会耶，你怎么很精通很拿手？就是比如说你很会煮菜啊，或者是你很会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马查古这个单字。那有的部落会说马查五。有的部落会说马查古，就是有一个喉音，像劳拉兰部落，我自己的部落就会说马查古，马查古笋，就是你很会呢，你很厉害哦，这样子。好，那说一个人就是很厉害，进阶一点的单字呢，会用塞古，塞古呢就是很能做什么事情，就是非常的擅长。比如说，补补常听到，你怎么族语都说得很流利啊，他就会说。塞古达比奈瓦南就是你很会说族语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赞赏。就是如果呜呜这样夸奖你，然后呜呜马萨路，谢谢你，就今天的单字都用上了。就塞古笋就是你很厉害的意思。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阿里马朱马是什么意思好了。阿里呢有一起的意思，就是阿里阿里我们一起做什么事情。那马朱马呢，它是由2个单字组成的。马有去到什么地方的意思，就是死马伊努孙，就你要去哪里去，就是马或是死马。那朱马呢是指家。朱马又从家这个乌马的单字来做延伸。那我们现在看到荧幕上呢出现的这个单字是乌马。乌马就是家，但是这个家的概念比较是建筑物，就不是就是如果说我要回家，我就不会说我要回乌马，我会讲说 Jumak， 就是我家人一起居住的地方，就是 Jumak。Jumak 这个单字就是有家不只是建筑，而是一个家的概念。所以我要说我从别的地方回来，我要说我回来了，就可以说 Juma Angagen。Jumak 就是家，安啊是已经，就是有点像是完成式，已经怎么样了。好 ，Jumak Angagen 就是我回来咯，就是你到家门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夫妇说，夫妇 Jumak Angagen 就是我回来了这样子。好，那回家呢，就是马朱马，刚刚说的马有去的意思，然后朱马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中嘛，所以马朱马这个单字呢，就是回家。那阿里马朱马也是我们节目的名称，就是走吧，我们一起回家。好，阿里马朱马，谢谢你，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单字，马萨鲁阿拉巴斯，拜拜。